好，我是 Lisa。自从我之前做完那部奖学金的影片之后呢，就有很多绿卡或者是美国公民的朋友们一直跑来问我关于 financial aid 的问题。我在之前那部影片呢，只是有稍微提到了一点，没想到大家居然有这么多问题，对 financial aid 这么感兴趣。当然感兴趣啦，大家都想省钱呀。所以呢，我今天就要来跟大家聊聊关于 financial aid 助学金的问题。娃娃 TV。那什么是 financial aid 呢？Financial aid 呢是联邦政府、州政府、学校或者是一些私人机构依照申请的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啊，或者是其他一些状况来评估是否给予的助学金。那 Financial aid 最常见的补助方式呢，大概有3种。第一种呢是助学金，这是一笔免费而且不用还的钱，是由美国各机构提供给学生上大学的学费。那第二种呢是 Student Loan 学贷。这是属于借款，是需要在大学毕业之后呢，慢慢归还本金跟利息的。一般来说啊，除非你家庭经济状况真的很不好，你非常需要这笔钱，你没有这笔钱就没有办法读大学的话，你再来申请。不然的话，我是不建议申请啦，毕竟学贷还是要还的呀。那第3种呢是 work study， 也就是在学校打工赚学费。那我们大部分申请 financial aid 呢，都是透过一个 Free Application for Federal Student Aid， 简称 FAFSA 的一个系统去申请的。那在我继续往下说之前呢，我要先纠正大家几个观念。一，我家很有钱，所以我申请也申请不到。其实不一定，你申请之后呢，他们会依照你给他们的资料来评估你需不需要这一笔钱。我跟我妹妹之前要申请的时候，我们就有讨论过，我们家有房有车又有收入，也勉强可以负担起我们的学费，所以我们申请应该也是申请不到。结果就被朋友骂说，很多比你们家有钱的人都去申请了，而且很多都申请到了，你们怎么那么笨啊？而且 FAFSA 的申请是完全免费的，试试看又无妨。我是觉得啦，如果你申请，他们觉得你不需要不给你的话，那就算了啊。那如果你申请到，那就算是你赚到了。好，那第2个要纠正的观念是，我成绩很差 ，GPA 很低，我应该也是申请不到。申请 FAFSA 呢，他们不会要你提供成绩单，他们也不会依你的成绩的高低来给你钱。因为这个不是奖学金，而是帮助你可以上大学的助学金。那最后一个观念呢，是我太老了，我应该没有办法申请。FAFSA 呢是提供给大学生申请的一笔资金，跟年龄无关，只要你是大学生，你就符合申请的资格。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啦？美国的大学呢都有很多年纪稍长的人在读。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呢，就有跟30到60甚至年纪更大的同学们拿过同样的课。而我这些年纪稍长的同学们呢，很多都有申请 FAFSA， 而且很多都有拿到哦。所以可不可以申请 FAFSA 呢，跟年龄完全无关。好，那要符合什么样的资格才能申请 FAFSA 呢？首先呢，你必须要是美国绿卡或者是美国公民。再来，你必须要能够证明你即将或已经在某所大学就读。然后18至25岁的男性学生呢，需要登记注册兵役。虽然美国的兵役呢是采取自愿役的，不过法律有规定，年满18岁的男性呢都必须要注册兵役。那最后呢，你还需要高中毕业文凭或者是高中同等学历等等的学历证明，你才可以申请。那申请 FAFSA 的朋友们呢，有一点需要注意的，就是 FAFSA 呢，它每一年都需要重新提交申请才可以继续维持资格，因为你每一年的情况不一定都会一样嘛，所以你每一年呢都需要重新提交申请来 update 你的信息，不是你申请一次就可以领到毕业哦。那 FAFSA 呢，其实是有申请截止时间的，大家可以自行上 FAFSA 的网站去查询。当然啦，你越早申请就越早被审理，然后你就越早可以拿到补助，所以还是早一点申请比较好啦。那我在社区大学的时候呢，是没有申请 FAFSA 的，因为我那个时候刚到美国，我不知道有这个可以申请，也不会申请。不过我到 Berkeley 的时候呢，我就有申请了，而且我申请到的金额基本上抵掉了我大部分的学费，等于我读了2年的 Berkeley 基本上没有花到什么学费，我大部分花的钱可能就是房租跟生活费了吧。听到这里，美国公民或绿卡的你心动了吗？快点去申请，省点钱吧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或者是觉得有帮助的话呢，不要忘记去帮我按赞加分享。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，也不要忘记去帮我按一下订阅，然后记得打开小铃铛哦。另外 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， 有兴趣的朋友们呢，也可以去帮我 follow 按赞一下哦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